中國共產主義未改變，改革開放只是工具論。外界普遍認為，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，逐漸拋棄了共產主義，走向市場化與資本主義。但事實卻恰恰相反，中國共產主義的核心從未動搖，改革開放所引入的資本主義，只是一種工具，用以壯大國家力量，而不是要真正改變制度。鄧小平的黑矛白矛論便揭示了這一邏輯，不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，只要能找老鼠就是好方法。換言之，資本主義的存在價值僅限於能為政權服務，而非長久保障市場自由。一工具性的資本主義。改革開放初期，民營經濟與外資受到鼓勵，中國一度成為世界公庵，企業家享有相對寬鬆的發展空間。然而這段黃金時代的本質，只是國家用來快速積累資本與技術的過程。當國力逐漸壯大，國家便開始收緊手段，大型科技公司遭到整肅，民營資本逐步被迫讓渡股權，外資受到政治與安全審查，普通民眾則在房市泡沫、金融壓力與高退庫下淪為韭菜。在這樣的邏輯中，企業家與百姓都只是政權的工具，一旦完成任務，就進入收割期。二與蘇聯、東歐的比較。如果與前蘇聯與東歐相比，差異更顯著。蘇聯與東歐在冷戰後期缺乏彈性，無法引入有效的市場手段，最終導致體制僵化與經濟崩潰。中國則精明地利用了資本主義，暫時打開市場吸收資源與技術，待國力增長後，再透過黨的控制機制收回權力。這種靈活性使中國避免了蘇聯式的全面崩潰，但也證明改革並非真正制度轉型，而是權力工具化的過程。三、普遍性的後果。這種模式的後果是什麼？企業家從改革開放的功臣變成被整肅的對象，普通百姓從改革紅利的享有者變成收割循環中的韭菜。國際社會一度判中國會隨着經濟自由化走向政治開放，但事實證明，經濟手段只是政權擁護的延伸。例如，中國共產主義的核心並沒有被改革開放所取代，反而因為靈活地利用資本主義工具而得到強化。與蘇聯的僵化不同，中國的策略更像是借殼上市，暫時借用市場的力量，最終仍要將一切歸旋於政權。因此，無論是企業家還是普通百姓，最終都難以逃脫被當成工具的命運。這也是理解中國未來發展與國際互動的關鍵。只要共產主義的權力核心不變，所謂的改革與自由，終究只是表象。